日本嘅 Agustune HSX1001呢一隻 True Wireless 耳機可以講話係非常之破格嘅，因為可以換 module 嘅關係，所以咧就可以不停咁升級啦。最近咧仲新出埋 C03新白銅腔體同埋 M02G 有線 module 添，換上咗新腔體之後咧，可以加強翻呢個低頻嘅力度同埋柔韌性，再增強翻呢個高頻嘅伸延力啊！而單元咧就度身訂造，加入咗雙磁鐵嘅設計同埋強化翻個腔體，力求咧貼近翻呢一個發燒有線耳機嘅音質表現啊！換上咗呢一個 C03嘅新腔體之後咧，就算係聽 Collar 嘅 Wide High 咧，喺啲 effect 聲上邊咧，我都可以聽多咗噶。亦都咧攞佢嚟聽咗呢一個 Lisa 主唱嘅《鬼滅之刃》主題曲，中高頻嘅穿透力咧就會比較強咗噶。咁但係咧喺個低頻嘅力度上面咧，佢就會相對比較收斂啦。聲樂腔體咧就用咗樂器級嘅新白銅啊，有呢個響亮同埋厚實嘅聲音特性啊。平常咧就用喺呢一個高級嘅單簧管啦或者係長笛嘅樂器之中嘅喎。單元咧就升級到第4代嘅 Mirus 動圈單元，用翻呢個醫療級嘅聚合物振膜同埋呢一個薄嘅一個鈦層設計啊，咁啊令到咧聲音表現更好嘅噃。另外咧 M02G 咧有線 module 咧就用鋁合金打造而成嘅，用上呢個 Panic-Con Ear 嘅接駁啦，咁啊加埋鼠尾草嘅綠色外殼，真係清新到不得了啊！仲附送埋呢一個 ARC83嘅 4.4mm 平衡線啊，咁啊變埋咧多對有線耳機玩添。module 咧要升級非常之容易嘅啫，只需要鬆開3粒螺絲咧就可以輕鬆換到腔體同埋呢個 module 噶啦。咁啊包裝咧仲會附送埋專用嘅螺絲批，方便大家自己 DIY 添。C03同埋 M02G 呢個組合咧就全球限量發售嘅，定價2980蚊。如果你都想知呢一套新嘅 module 啱唔啱你咧，就記得大家自己去試下啦。